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捷运板南线龙山寺这站，早起8点外上班的尖峰时间，有一班列车紧急来刹车，所有来车顶1200的旅客总行请落车，后续的车班嘛大混乱，尤其伫中校新生甲新埔站，挤满着排队的旅客，这是只有跨年才看会到的人阵。 台北捷运板南线伫上班的时间，常常出现真侪人，活大拢是旅客。同一个时间，阁有人直直要入来，甚至有真侪民众互挡伫外口，根本无法度进站。那里人很多，你上去没到晚上，到底进来下班之前进好进后面了。慢慢来啊，慢慢来，不要跑。 有民众讲，这个景象亲像真侪高协要出动，民众的心情嘛拢真着急，因为赶要上班。不让我进，对我开可以退吗？人实在太多了，所以现在目前旅客还都是无法疏散的状态，现场的状况人还是非常拥挤，人非常多。原来是因为一台板南线龙山寺站准备进站的列车熊熊打洞啊，造成将近1000人拢先互人请落车。 行控中心按照 SOP， 请车上大约1200位旅客下车改搭下一班，处理的时间大约4分钟。透早8点18分发生熊熊打洞的事件，互板南线规个班次拢真乱，包括中校新生、新埔站，遮的民众拢真多。台北捷运嘛一直放送，加上走马灯来通知，一直到9点19分班次才恢复正常。啊，若是列车是安怎会熊熊打洞啊？台北捷运会伫收班了后，追查真正的原因。